呢個遊戲兩位隊員需要戴上耳筒，然後各自喺問題或者答案板上面揀一句。若然兩個所揀嘅問題同答案對得上，咁就有分啦。預備，開始。政府最不可能完成嘅任務係啲咩呢？落實19000個公屋單位嘅目標。如果19000個公屋單位落成唔到，點算？呈增建5間衛生中心。啲人等足20-30年都仲買唔到樓，點幫佢哋呢？開展老人精神科住院服務。個樓市冧咗，政府點幫翻啲地產商啊？提供資助。政府幾時會叮走嗰啲民調低分嘅官員呢？爭取2年內完成。主要官員嘅薪水，第時會點調整呢？設定收入上下限。特首嘅薪金要幾多錢？現金4000元。如果出年有盈餘多咗，每個人派幾多錢？1億元。有青年就拍影片就諷刺時事，政府點樣睇啊？支持本地嘅文化創作。